嗱，6年前我係咁嘅樣嘅，你見到係好黃啦，好暗啦，慢慢咧就幫你吞翻正確你嘅膚質。搽咗大概56日就已經淡走差唔多一半嘅老人斑。喺屋企咧自己做到呢個醫美級嘅 facial。呢6年嚟咧，其實我已經停咗冇做任何 facial，只係用產品。我係暗瘡肌嚟嘅，你見到近係咧，其實係好多粒粒。我係用咗 NAD， 大概1個月咧，我係見得到，咦，我嗰啲暗瘡肌完全消失咗。荷爾蒙失調嘅時候咧，呢啲下巴位啊、額頭邊啊就會爆瘡嘅，我就係啦。咁我發覺我用咗佢之後咧，連我嗰啲暗瘡底嘅肌膚咧都改善，即係改善你基底嘅炎症，同埋幫你調節翻個荷爾蒙。最主要係幫我哋修復細胞嘅 DNA。因為所有我哋嘅產品咧，我哋主力就係全天然成分啦，我哋冇任何嘅化學嘢啦。你係見到個質感咧，同出邊嘅護膚品其實有少少唔同咗，好快地吸收。但係每一支咧，佢裏邊係差唔多有成15種嘅精油成分，好香啊！呢個同埋咧，佢吸得好快。如果想效果好，梗係要早晚用。咁就可以穩定翻你皮膚，因為其實而家香港天氣開始叫做踏入夏季啦，就開始唔穩定，一時又潮濕，一時咧好似今日咁嘅勁大太陽，所以皮膚好容易唔穩定。咁其實轉季都好啱用咯。咁你可以夜晚就算開冷氣咧，你皮膚乾都唔緊要，因為佢入邊有埋 B5 喺度㗎啦，佢已經係有足夠嘅保濕嘅。我支泡泡咧係3合1，所以就已經溫和殺菌、深層清潔同埋軟化角質層。咁啊，所以我咧通常洗完面直接咧我就會搽精華。佢呢支可以代替埋通拿啦，擠出嚟就已經係泡泡，係咪好綿好軟？完全咧係唔會脫手嘅。你一路按咧都好滑，因為咧亦都係加咗好多維他命啦，又有茶樹啊、檸檬油啊、可可巴油啊、薰衣草啊，全部都係天然殺菌消毒。好綿密嘅泡泡咯，佢係一噴出嚟已經起泡，咁變咗你咧少咗呢個搓油嘅動作啦，冇咁容易令到肌膚鬆弛啦。如果你平時你成日捽個皮膚咧，其實都如果錯咗方法咧，手勢唔啱咧，其實皮膚都會有傷害嘅。呢個就好綿密，就咁就推開佢粉底啊，或者咩 BB cream 啊，即係直接洗佢。佢呢個牌子咧，全部都係瑞士做㗎，所以佢呢個真係非常品質有保證啦，同埋佢 quality 真係好好嘅，防止我哋個皮膚有敏感嘅情況，特別啱一啲爛面啦、唔穩定嘅皮膚用，好似日日都幫你做深層清潔一樣。加埋呢個透明質酸，其實已經有個保濕作用。因為其實點解我哋會有咧？係因為我哋皮膚乾啊嘛。通常我哋皮膚乾就會飆油啦，咁但係你慢慢清潔或者用其他產品配合之後咧，跟住你就會發現你嘅面部咧就冇咁油光。即係痘痘肌啦、油性肌嗰啲都 OK 嘅喎，佢呢個敏感肌啊，其實濕疹肌都用。我哋今日咧個優惠價289蚊一支，咁係瑞士做3效合一啦，個清潔能力非常之好，亦都係相對非常之溫和，可以控制我哋皮膚嘅 pH 值啦。咁我哋清潔好完之後，我哋係搽呢一個代替埋通拿㗎啦，699蚊一支，佢每一支咧都係佢精心研製出嚟嘅，所以佢就一定係個量係比較少咯，佢唔會話好大量嘅生產。我真係建議咧，搽完 NAD 之後咧，先搽去斑。